我覺得真係個人肥咗咧，其實又唔好睇喎。佢幫到我去過我正常嘅生活當中裏邊，可以 keep 住做到個享受計劃裏邊，覺得呢個我好 appreciate，好欣賞咁樣咯。參與 Zenseo 呢個享受療程之前咧，健康方式就試咗跑步啦。咁但係個過程會比較耐啲先見到效果嘅，因為自己都應承咗，當時就係我男朋友啦，而家係我先生啦，就話不如我結婚之前咧就減翻認識我嘅時候嘅磅數。咁我最尾喺坊間揾到唔同嘅產品咧，我就嘗試咗用 Zenseo 呢個方法。Zenseo 成個配套咧，我係好欣賞嘅。首先佢唔係用單一嘅產品，又有一個1對1嘅導師，即係好似人哋啲跟營養師啫嘛。但係如果跟營養師，可能個時間會8至9個月，或者個時間個費用會更加貴。咁呢個新嘅形式咧，我都幾 buy，同埋即係我覺得價錢都係即係比起我跟營養師會更加平。其實都係好想自己健康啲嘅。咁因為始終我係做即係office 嘅一啲嘅文職工作啦，成日都經常坐啊，可能一有壓力咧，你會中意食零食啦。久而久之，其實會肥咗好多。我覺得真係個人肥咗咧，其實又唔好睇喎。如果我瘦咗身啦，咁啊又健康咗啦，咁啊着衫好睇咗啦，咁我覺得應該係一件好事啊。咁點解自己唔透過呢個計劃，兩人1比1咁樣鼓勵下自己，同自己同行咧去高呼呢個享受嘅過程咁樣咯。咁我參加2個月嘅即係療程啦，咁啊2個月之內咧，其實我係瘦咗14磅嘅。當時嘉嘉老師就同我講話1個月咧其實都有效果嘅，咁但係咧就擔心有時我哋即係普通朋友仔啦，咁啊即係參加完計劃可能都會有惰性啊，或者個習慣未好好建立嘅時候咧，其實有機會有反彈，因為你會突然間覺得瘦咗1個月啦，咁啊就好想就食翻多啲嘢。咁不如就話你參加2個月嘅計劃啦，你就會更加幫到自己建立個習慣。我覺得其實佢會採納我嘅意見，佢知道我嘅需要，佢反而幫我揀一啲合適嘅一啲調味料，讓我咧可以輕鬆開心去揀。咁我覺得其實成個過程咧產品，我相信一定有 work 嘅，因為我都真係瘦咗14磅。我反而好欣賞咧係成個過程咧，嘉嘉老師點樣同我去同行，安撫我嘅情緒，同埋鼓勵我，令到我去慢慢調節自己嘅身體習慣。其實我覺得對我自己本人最大嘅改變咧，就因為我係從來唔飲水嘅，我真係用茶嚟代水。咁可能亦都因為呢個咁唔健康嘅習慣咧，令到我自己排便唔係咁好啦。我覺得呢個2個月過程咧，係幫到我咧改咗呢個習慣咧，唔係再依賴茶咯，好有幫助。因為當我飲多咗水嘅時候咧，我排便又好咗啦，當排便好咗嘅時候，膚色又好咗啦，健康都好咗。首先我好欣賞嘉嘉老師嗰個用心啦，佢係真係就住佢幫到我點樣去喺我生活裏邊唔好太大變化，去過我正常嘅生活當中裏邊可以 keep 住做到個享受計劃裏邊，佢俾一啲專業意見，我覺得呢個我好 appreciate，好欣賞咁樣咯。